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，释法折言7。立之于福，应易于难。取之胜者，莫忘兵家常事。暴雨之下，方益其伞者，必水临其身也。一个人处于幸福之中，事事称心如意的时候，不应该忘记考虑遇到困难时的处境，并同时想到出现困难时应如何去解决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人的祸福随时随地都在不断的转变，没有常规可言。你现在看起来一帆风顺，处处都很顺意，但说不定会在某一天，由于某个环节上的微小失误，或某一方面的细小因缘，或别人对你的误解，就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困难，甚至陡然之间使你身陷绝境。正如兵法所云，取之胜者，莫忘兵家常事。这就是说，得到胜利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了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今天胜，也许明天就会败。在日常生活中也一样，没有下雨的时候，就要先看好天色，注意到即将来临的暴雨，提前准备好伞，否则等暴雨来临时再想到拿伞，就已经太晚了。那个时候，你只能全身淋湿。所以，任何事都应未雨绸缪，才能稳操胜券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。